土色好家下爱休茶的，嗰度乡亲拍路很有印象吼。台湾产业是各有发展，民国69年家下，阳山呢总有2700人公顷按发到。我谈论引来印度国家想做一个屯中国来买蚕丝，农民会民国82年推动非港转作计划，嗰度农民都唔休产的嘢。我苗栗市谈嘅土前民认为，休产的历史文化天初爱保留。喺一坚持下，政府总算很保留嘅。休产的30多年嚟以，韩国西忙嘅转型生态农场，希望由韩国多人来了解台湾嘅产业。韩国特别的係土前民搶嘅事業特殊員工，用愛同耐心多多嘅教育呢。而家土前民體驗嘅心肝度都像爸爸咁樣哦。帶大家向下來看一張農場嘅故事。丁丁眼都計3個月，順利樹聽得風搖來搖去，日頭撐一下，也未看起來熱鬧熱鬧。一個頭腦蒙澎湃嘅男美兒，啲眼嚟都好，又熟讀又懂嘢嘅拿定兩刀來割順利葉。佢係產業農場主任土前民，當佢體會紅煙霧，就會愛寫本眼嚟都紅嘅產物食飽來。一定長。只能摘了兩皮，你下個面當嘅都冇摘，因為你做乜冇摘？因為你只有水分，冇養分。一天你下個溜嘅東西，一天都變強，其中有葉綠素。講到休產物，土前民講到有頭有尾，也是佢30多年嘅老經驗。頭擺嘅概念仲係因為本產物生嘅酸內葉做唔得有水分。唔過土前民有7家嘅觀點。槍啊，葉尾，槍啊就割盡啦。係講呢條檔啦，我一天都判咗槍啊10%以上。過去大家嘅觀念就講，做唔得16歲冇力度其實當到係葉尾有問題，有脫嘅時間。是盤，當然佢茶味盤唔掂，佢擺到出我呢度嘅，所以講茶味其實佢咩有水分。土前民啲史坦用態從細聽得阿爸講中，一直到民國67年間下，農委會鋪頭有茶味，每認真教時產包有公天家私。土前民認為，按嚟做得照顧家庭同事業，故所開始休產物。冇想到台灣產業喺啲民國81年有為變化。因為有個老人買產業嘅國家，日本都轉移到大陸買啦。所以農委會印象講咧，鋪頭按多，本來60多年間台灣就有2700人公頃嘅sản業後來按多唔點樣解釋嘅後來就採取那個飛港。農委會鋪頭飛港過後，土前民同朋友有一段時間去做臨時工來過日的。雖然飛港過後做得拿到補貼，不過土前民還繼續為老休產事業保留下來，去認真每一個一句話。佢都寫一張字條，你嘛答到啊，答返上。一個檢門上貼定，要再看有冇一張字啦。嗱，看佢都講，寫乜嘅啫？而家爸爸媽媽，我們好久沒見面，家就向我講，安太嘅生意呢，中到冇辦法依來照顧啊。後來當老阿婆樣講堅持，本將呢當業嘅。不管樣嘅，人就來留起來。數到每個絲條嘅感通，每本土前民對休產物還較有使命感。嗰個要想到講國家某一個歷史、某一個文化，研究出來發出一道嘅心血，
都给搭的啊，忽然间就全部就冇睇咧嚇，我都感覺到心肝都也千艱苦啊。就像講，我準備學嘅10多年，我就有按那個義務來到呢度產業留下來。為留休產嘅產業保留下來，就會留產業嘅附加價值提高。有一日，涂前面嘅本肉黃秋怡面度留酸嘅葉拿來煮茶。我做卡吼，我還繼續學參，用參嘅速度嘅參是冇賣，我就當阿扎咯用個殺，乜嘅心血就對到嘅吼。啊個我頭擺什麼時間吼，我不卡講茶煙，我就想我爸會做茶，我想講。因為我頭擺看我鋪啊吼，佢酸嘅鹽熱到咧就拿嚟煲水，就一加太細啊，就食個酸嘅葉茶吼。酸嘅葉唔但搶得到經是葡萄農改廠嘅天天，每本家到一片休產味，行過一片大理石工嘅成個暗裡有卡死嘅。呢度葡萄嗌，我就想講。恁叫幫助我看，我就真是就安樣做，真正嗰下我就開始咯，日日就有書生，就安樣帶同去啦，我就慢慢的顧客啊，就經有到也下。第九是產業，靠蒙人天數愛自家打拼，依度技術都給塗前面嘅經驗為主。將佢一片一片嘅蠶絲，愛經過脫膠、脫水、洗澡一道複雜嘅過程，將做嚟做出好品質嘅蠶絲皮。馬嘅方式就上講，都做唔出來，就煮好冇拿去洗就用唔得。過去嘅人煮都冇洗，所以入皮都係較貼，唔會碰起的，對。好在我一直都唔細心，我都唔相信我做唔出來。我唔考慮做藥啊！啊，慢點啊！冇。佢哋太做順控天數嘅員工，不是為提醒塗前面要注意安全，也是嘅員工會喊塗前面塗爸爸。對技術學校畢業嘅家長，認真尋投入較困難。喺學校嘅推薦下，來到也擔未做事。不過頭下嘛，家長是唔想做，接接會不壓。有一班一啲員工喊頭走，塗前面花幾下點鐘，總算啲酸嘅鹽都好潛到佢。過去南幾下半幾故啲，未認真按用，也啲員工嘅心就下天呢。我係咪用好？係咪我就嚟叻到來呢？叻到來加人當自動嘅呢嘛？佢就往上叫咧，我都叫當曬陣，啊叫嘅時間，我就嚟講，佢爸爸對唔起啦，冇人搞好啦，我叫佢掂起嘅，就幫佢叫嘅，加我一看佢叫，我心肝都歡喜到講唔得，都麻煩事。因為要感通到嘅事嘅，因為涂娃幫我抱起來，我感覺他想說我跑掉，我感覺就有點很不安了，我就想哭了。一到員工喺塗前面嘅關懷同耐心指導下，見來見問題要動用心，學習嘅能力未見來見好。好嘅啊，煮餐師們，各位包餐師們，各位扭餐師們，各位做個順嘅嘢俾餐嘅，各位嗌咗更車塗爸爸塗媽媽，各嗌一笪機會做事。我係看到嘅家庭非常困難困苦嘅，啊，我就留佢來不計機會啦。啊，要就舞台哦，哦，本地來潮人，而且袂感覺，你啊本地機會，本地要投入做呢個生意咧，電腦一嚟生意很較好。
就像蚕絲嘅軟糖樣，兩公婆一步一步嘅向下打拼，撈蠶米葉轉移做生態農場。天天嘅數據同台灣珍貴嘅產業相屬下去，安尼嘅堅持唔單止係對事業、對人，咪係愛用。